来过来是桃园机场，一直有黄牛违法来叫客载客，因为顶礼拜有黄牛被白车拒绝检查，害外籍旅客摔出去车外受伤，所以航警局是动兵来捕捉掠黄牛。结果黄牛为着要闪警察，是往机场的外围来活动，竟然直接伫大路中帮人客来砸车，有够危险。 黄牛，头前满地都是黄牛。替背头的这个查甫人伫车路中弄来弄去，一直对车辆下手。只要看到车牌是白底红字多关客停车，就一台一台去共问。真无简单，砸到一台修理车，伊随叫旅客行过来。后壁这个搬行李的少年查甫人是真悠哉，豆豆啊行过这车。不是高官要震怒，要抓黄牛，你看。 这样随便拉就可以载客了，哎，可怜这些正牌的司机啊！为民众的地点伫桃园机场第2航厦，每上高速公路的连贯道路车流真大。查甫人敢若是登记伫桃园机场附近砸车的黄牛，这回伊直接走入车道替人客随机砸车，那家己危险，也无顾虑到旅客安全。毕竟如果在路中间，还是会有危险。 很危险的，要维持好这个门面，还要保持安全，我觉得蛮重要的。要管啊，一定要管啊，因为这个是包括形象问题，还有最重要是安全问题啊。黄牛之所以会走到连贯道路砸车，有可能是因为顶礼拜暗时有白白车伫接回灵机上车的所在违规砸人客，互警方开单，竟然是冲红灯想要绕跑。 害车顶迄个西班牙旅客摔车受伤。即为本局列管违规行为人郑姓男子，于招揽一名男性旅客后，即将该名旅客带往3楼出境高架道路。台湾的国门出现被白车乱象，引发到社会关注。航警局动兵部署，高强度密集拦查。 因为违法砸人客，上悬会罚款2500万。被白车的黄牛惊红抓到，才会走出去连贯道路砸车。警方也伫入境接机上车的所在巡逻稽查，也将会扩大范围阻止乱象。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